除咗香港墳場之外，其實仲會唔會有其他嘅地方會有一啲好明確嘅記錄，可以證明到喺明治時期已經有日本人嚟過香港嘅咧？有嘅。咁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保良局，即係喺禮頓道嗰度咧。咁啊，保良局入邊咧有個少少嘅博物館嘅，入邊收藏好多保良局嘅文獻嘅。咁其中咧就有一個專櫃，就擺放咗一張當時嘅日本嘅政府咧係頒發俾保良局嘅感謝狀。就感謝保良局咧係收容同埋幫手咧係遣返40幾位日本婦女返日本嘅。哦，係幾多年呢？呢個應該都係喺19世紀末期。咁咧1890咁上下。咁就當時咧就係有啲日本人偷渡嚟香港啊，或者咧佢哋咧係因為其他嘅原因咧就滯留咗喺香港，咁就由保良局咧收容咗呢批婦女，就協助佢哋翻去日本嘅。咁啊有見及此咧，專登咧日本政府咧係被頒發咗一張獎狀，另外仲送咗一個銀杯，細細隻嘅銀杯咧，就俾呢個香港保良局嘅。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睇睇嘅。咁即係話，但係其實就冇即係好實質嘅資料，知道呢40幾位婦女當時嚟香港係做啲乜嘢或者咩身份？係啦，嗰個張獎狀咧就語言不詳。不過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嘅，我相信。呢個都係一個好，因為如果你配合翻當時嘅香港報紙咧嘅記錄咧，係可以互相參照嘅。當時香港嘅報紙《華字日報》咧係有報導嘅。原來如此。